1933年11月20日，李濟深、陳銘樞、蔣光乃、蔡廷鍇等人以國民黨第19路軍為主力，喺福建福州南教場召開大會，決定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，提出聯共反蔣方針。呢場事變，佢哋同紅軍方面簽訂咗反蔣抗日嘅初步協定，寄望兩面夾擊，但係呢個希望落空咗啦。中共中央當時奉行左傾路線，主導決策嘅博古等人對呢股國民黨分裂出嚟嘅力量態度消極，軍事上並冇實質配合。據後來史料顯示，毛澤東當時實際上係支持同19路軍合作嘅，但係佢嘅主張並未被採納。蔣介石揸住機會，一方面大軍壓境，動用空軍轟炸福州，一方面重金收買19路軍將領，使得19路軍內部動搖分化。孤立無援嘅19路軍撐咗大約2個月。1934年1月15日，蔣介石軍隊攻陷福州。21日，泉州、漳州失守，福建事變失敗。蔡廷鍇化妝成商人，先退到香港，然後上船出海，輾轉經過新加坡、科倫坡到開羅，進歐洲大陸，繞過意大利、日內瓦、柏林、巴黎、倫敦，最後橫渡大西洋，向紐約駛去。喺太平洋嘅另一邊，司徒美堂收到咗陳銘樞從香港發嚟嘅電報，大意就係蔡廷鍇要嚟美國，能唔能夠保證安全？司徒美堂覆電表示願意熱烈歡迎，並會保證安全。1934年8月23日，蔡廷鍇一行抵達紐約，僑胞全體出動，停咗生意，帶住鮮花前往歡迎。歡迎嘅汽車有成300幾部，並有廣東嘅舞獅子活動。美國民眾亦都嚟參與歡迎行列，表示對佢嘅崇敬。蔡廷鍇回憶，一到紐約碼頭就見到有飛機3架，翱翔空中表示歡迎。僑胞喺碼頭歡迎嘅達到3000幾人。次日，全埠僑眾舉行大巡遊，中西各報都報道係華僑有史以來所未見嘅歡迎盛況。司徒美堂喺紐約五州公報登載嚴正聲明，邊個感動蔡將軍一根毫毛，就將邊個搗成肉醬。司徒美堂仲親自做蔡廷鍇嘅保鏢，每逢出入必與同行，不離左右。蔡廷鍇喺美國遊歷160天，訪問咗美國20幾個城鎮，喺美東11埠。司徒美堂挾鴻門之勢，策動僑社歡迎。佢仲親自陪蔡廷鍇去到美西15埠訪問，妥為照應。當然特務都嚟埋啦，芝加哥有人跟蹤，俾鴻門弟兄察覺，捉住嚟查問，確認係踩點子嘅奸細。另外有人靠近蔡廷鍇嘅時候呢，就俾護衛拿下，搜出槍支，仲有毒藥。南京外交官呢就不斷咁電令各地領事要制止集會，結果就越阻止越適得其反。與此同時，美國偵探部亦都出動咗10幾架機器腳踏車，名為保護，實則係為咗監視呢位抗日將領，亦步亦趨，逢會就必到，逢到必問，虎視眈眈。喺致公堂嘅周密安排下，保證咗蔡廷鍇將軍喺美國各埠嘅安全，直至佢離開美國。蔡廷鍇喺自傳當中回憶，
如足跡所指，無論寧府事先電令其駐美外交官如何制止，僑胞之歡迎情況反因禁止而益加熱烈，且將寧府防範如之消息常長舉相告，且每次集會必要求我多講寧府通敵賣國之事實。想明白呢件事為乜嘢能夠發生，就要翻到司徒美堂本人啦。喺唐人街，大多數嘅華僑向來都謹小慎微，忍氣吞聲，以求換取喺美國謀生嘅機會。不過司徒美堂唔係咁樣嘅人。早年佢喺餐館，一個白人賴賬唔俾，佢一怒之下打死咗嗰個人，俾逮捕入獄。呢件事一出，華僑即刻就意識到呢個人好打得，能夠保護大家嘅利益，紛紛就籌錢請律師將佢贖咗出嚟。從嗰個時候起，佢就成為咗華僑社會裏頭嗰個令人放心嘅核心人物。毛澤東後來稱讚佢係洪門元老，一生愛國。佢同陳嘉庚齊名喺中國僑界號稱南陳北司徒。佢保護蔡廷鍇唔單止係因為蔡打咗一場好仗，更加有洪門嗰一套邏輯喺裏邊，認定咗一個人就要保護到底。嗰句賭城肉醬講得出嚟係有底氣支撐嘅，背後企住嘅係整個美洲洪門。1937年盧溝橋槍聲打響，蔡廷鍇揾到司徒美堂，話要回國打仗。全面抗戰爆發之後，司徒美堂同旅美進步人士共同發起成立紐約華僑抗日救國籌餉總會，發動華僑捐款支持抗戰，並且同宋慶齡所領導嘅保衛中國同盟保持密切聯繫，支持咗八路軍同新四軍嘅抗戰。蔡廷鍇回國之後，參加咗昆崙關戰役等重要戰役，但係後來俾蔣介石奪去咗軍權，空有滿腔愛國之情，卻無處實現殺敵報國嘅志願。呢個係佢心裏頭一輩子嘅痛。1955年5月8日，司徒美堂喺北京逝世，享年87歲。周恩來親自主持公祭，靈前擺住毛澤東、朱德、劉少奇、周恩來送嚟嘅花圈。咁隆重嘅公祭儀式，解放之後都好罕見。蔡廷鍇嘅名字出現喺治喪委員會嘅名單上。司徒美堂嘅秘書司徒秉學後嚟回憶講，蔡廷鍇係美佬，即係司徒美堂老人打天九同葉子戲嘅對手，喺北京有空閒嘅時候都會大家聚埋一齊玩遊戲嘅。蔡廷鍇喺上海抗日嘅時候，司徒美堂老人發動美洲華僑捐獻甚多。福建人民政府失敗之後，蔡廷鍇亡命美國，有人想暗害佢，仲係由司徒美堂嘅致公堂揾手足保護周全，平安遊歷各埠。兩個人友誼係非常咁好嘅，一個將軍，一個洪門老人，最後一齊坐埋喺北京打牌。呢個就係1934年嗰160日之後安靜嘅尾聲，亦都係嗰句可以去美國，僑胞會熱烈歡迎你嘅最終落腳處。信息來源：蔡廷鍇自傳，香港自由社，1946年，中國致公黨廣東省委員會，抗戰烽火中的忘年莫逆之交，記司徒美堂先生與蔡廷鍇將軍的家國情懷。